外部有一座江河花农场，即摆当咧开花，一大片粉色的花海，将做当地正热门的拍卡景点。目睭介上过去，粉白色的江河花，将做一片缤纷花海，相真侪游客来遮休卡翕相。它看起来像荷花，可是它又是长在土地上的，不是长在水里面的。红合作热带郁金香的江河花，早期为泰国引入来台湾。回龙讲，今年我想要试种由农改场研发的新品种胭脂红，虽然较细长，不过赶快有江河花特别的花型和色水。最主要将来当盆栽，尤其是它的颜色，也叫胭脂红，特别可爱。回龙嘛讲，尤其在欣赏花时阵，来好好保护这花，唔通给生的破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